俗話講一及勝九雞，女人呢上咗年紀啊，一定要多飲鴿仔湯啦。特別係三伏天飲鴿仔湯啊，比咩都犀利啊！反正呢，我每個禮拜都會同我老婆煲一次㗎。結婚18年，塊面呢仲係紅卜卜。鴿仔呢，我哋首選1年以上嘅鴿仔啊！今日呢喺市場上花咗48蚊買咗2隻2年嘅老鴿啊！你哋嗰邊賣幾多錢一隻啊？首先呢，我哋將鴿仔斬成細塊。好多人煲鴿仔湯，第一步就做錯咗啦。要想佢唔腥呢，而且營養仲唔流失，千祈咪直接焯水啦。首先呢，我哋加上1匙羹生粉，然後呢，用你發財嘅小手揸啵均勻。生粉呢，可以有效咁吸附啲血水同雜質，呢啲就係腥味嘅來源嚟噶啦。然後呢，再用清水將佢清洗乾淨。各位靚仔靚女，漢哥呢每日都喺度分享各種特色嘅廣東靚湯啊。俗話都講，點個紅心係情分，唔點紅心係本分。有緣刷到呢個視頻啦，可唔可以用你發財嘅小手幫漢哥點個紅心，支持一下同埋鼓勵一下？唔該晒啦！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合家安康，一順百順啊！嗱，大家睇下雜質同血水都已經清洗出嚟啦。跟住呢，我哋加入清水，再清洗佢幾次。洗乾淨之後呢，我哋將佢瀝乾水分，移到砂煲中，放入3片薑片。想要煲出嚟嘅鴿仔湯更加鮮甜又有營養，搭配嘅湯料呢係相當重要嘅。你嘅搭配記得要收好啦。放入蓮子、芡實、雲苓、山藥呢4樣嘢呢，就係我哋老祖宗流傳落嚟嘅4神湯嘅湯料啦。嗱，用佢嚟搭配煲豬肚湯啦、排骨湯啦、鴿仔湯，仲有雞湯都係一流嘅正啊！湯鮮味甜，營養加倍啊！相傳呢個係乾隆年間流傳落嚟嘅一個食療湯方啊，已經有咗成幾百年嘅歷史噶啦。屋企如果有小脾小胃唔係幾好嘅，就可以多啲攞佢嚟煲湯嚟飲啦。如果你驚自己唔識搭配嘅，或者掌握唔好呢個比例，可以試試我用緊嘅呢個湯料包啊。入邊呢係按照老先生提前按照科學嘅比例同你搭配好個湯料包啦，十分之簡單又方便。嗱，而家呢啱好有活動，非常之抵買啊！我將佢呢放咗喺視頻嘅左下角啦，有需要嘅可以拍上一單返去試一試啊！有條件嘅可以加多啲清水啊，然後扣蓋，大火煮緊之後呢，轉細火煲佢1個鐘頭。好啦，時間差唔多啦，底下煲靚湯先。哇，特別清香，真係唔錯。最後呢，加返少少嘅鹽，再來返少少嘅枸杞，睇下啲料幾足。哇，正啊！煲到個湯色幾靚啊，出晒味啦。正啊！呢啖都掂當啊，湯鮮味甜啊！俗話講3伏唔補，入秋受苦啊！嗱，而家呢就非常之適合煲呢啖湯嚟飲啦，大人細佬哥都特別啱飲㗎，一周煲佢2、3次，讓你元氣滿滿啊！學識咗記得點讚收藏好啦，或者轉發俾身邊嘅親朋好友，等佢哋都試一試啊！